抖音的影片加音乐，按左边音乐可以选音乐，还可以按特效。哦，这么多种彩虹光斑，按彩虹光斑。选择位置后来用爱心光斑。这样会看不清楚吗？有了，可以看得清楚。这样有特效吗？按下一步。它那个字是不做什么的？为什么有2017啊？退回去看，按字眼，按字眼，到底那个也可以贴图？为什么会有2017呢？为什么有2017到2019？那个是什么？